是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6，旧历的2月初4，礼拜二。新闻的头一条，惊险的车祸发生伫昨暝台中的北屯，当时有一个骑铁马太太骑过双黄线，想要直接倒滑到九龙街，结果被一台直骑的机车来撞到，两个人拢喷出去。这个机车佫猝出去15公尺远，这个车佫烧起来。附近的店家赶紧来报警拍火，嘛甲两个人送病院，但是骑铁马太太救无倒来，亡生了。车祸的原因，警方要来调查。敢是扣翕到这个骑脚踏车的负责人，骑伫台中太原路3段，伊直接过大路倒滑九龙街，和一台乌托邦直接就撞落，人甲车拢倒伫涂骹，这台乌托邦佫出超了15公尺，因为离涂骹咧斜有出火青。 想袂到煞导火，附近的人就听到这个烧龙的声，赶紧出来拍火。速度真紧的吼！我倒摆先导火，撞到脚踏车。我来看的时阵，那人就倒地脚踏拢出火。先救火再说啦。那时候火非常大，蛮大的啦，因为我觉得快要烧到旁边的轿车了。 警察一个到现场了，赶紧将吊销人送去病院，两人拢受重伤。骑脚踏车这个负责人送到病院了，急救嘛是无效，乌托邦变歹体啊。可能就是自行车的妇人就是有跨越双黄实线的部分，然后他就直接左转进九龙街这样子。这件车祸可能是因为这个老负责人违规在先和车顶直行这个乌托邦弄到。这条乌托邦敢有骑伤紧，详细责任还佫进一步的调查。